大家好 ，Facebook channel、YouTube channel 歡迎訂閱啦，謝啦，要訂閱。經典套裝929號紅燈籠係丹拿嘅圓頂，我個名叫做利拿，係冇錯。車邊個係啲咩咧？咦，834嚟喎，啊？呢個係呢款顏色，然之後我用呢款色，哎呦，咁嘅咧係呢個啤牌嘅水條咯。依家就係110人嘅個經典嘅九巴 logo， 呢排 BK7476等等，係咩60、70年代最早期入伙嘅路線，而家依然生存。好，有機會 Facebook、YouTube 再見，訂閱啦，謝啦，拜。